咁啊是美国的消息，美国去年10月底呢公告要卖武器给台湾100套这个原地汽车飞弹，也是陆上的汽车飞弹，加系统400粒的汽车反舰的飞弹。这个公布本来打算分2个阶段去买，不过19个更改发表的公告，改为710亿过2000万亿万千美金，这代表1摆买100套。公部长邱国正表示讲，这为了因应敌情的威胁，所以讲1摆就买好足，会拍拼好这个飞弹伫2028年进前隆重到位。专家讲，这款的飞弹系统会使增加台湾无对等的战力，提高敌军反制咱方反舰飞弹的难度。汽车飞弹为陆上发射威力真强，咱国家美国买100套的陆上汽车飞弹系统，加400粒的汽车反舰飞弹。公布本来打算分2个阶段买，即马决定1摆买有中。敌情的威胁各方面考量，一次构筑化算变更，可以增加我们的战力。在117年之前，可以陆陆续续的，我们从这方面来做努力。强调是为了因应敌情威胁，专家嘛认为讲，这款飞弹会使提升台湾自我的防卫能力，增加台湾一个不对称反制的力量，多一种飞弹那让对方成功反制的这个机会呢，相对来说降低，都是增加了敌方在攻击时候的这个难度。美国去年10月底公告要卖台湾100套的陆上汽车飞弹系统，加400粒的汽车飞弹。公布伫今年5月份，本来打算第一阶段买32套。系统甲飞弹19发布经济国标公告，改为1摆买100套。预算嘛为新台票390亿7千万，增加差不多320亿。这也是为什么蔡政府要提出海空战力提升的特别预算2400亿，财政纪律快速的恶化，两岸的军事失衡正在加速进行当中，能够更快的方式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武器，来达到不对称的一个吓阻作用，我相信绝对是必要的。朝野立委意见不同款，内野立委嘛强调讲，应该买大买，不过希望讲公布会使提出数字评估甲相关的武器的规划，说服国会同意这项武器的提案。